对的，但是我跟你讲，我讲过啊，媒体作为社会第四权，有它的格调嘛，对不对？不是大老板在展现他权力的功绩嘛？是在旺董说他要你说清楚你们两个跟国台办之间的关系，那想要请您可不可以再说更清楚、更明白一些？其实是这样的哦，我跟国台办就是对手关系嘛，因为这个常常要过招互有攻防嘛，不管从其实每年的双城你知道，那个都在过招啊，还有那个其实最惨烈的应该是世大运。我本来讲说，我跟国台办是对手关系，那你忘了跟国台办是什么关系？啊，你要不要自己回答一下？是啊，郭董要不要参选，一定有他自己的考量嘛，对不对？啊，这个我每次讲就顺其自然了。不过有一点呢，还是我昨天再回去在想这个问题，台湾社会有这个需要，那问题是你这个组合是不是真的可以符合那个需要？我大概看过哈，从昨天 TVBS 的民调或苹果的民调的，其实大概三卡度是 OK 的哈，但是三卡度就是说。他是三分天下，他也没有保证说谁会赢，所以老实讲，这还是个动态的东西，就是说，其实三方你知道哦，既然都在输赢范围内，那也许真的就是也给我倒觉得这样的，如果纯粹回到统独去对抗哦，对台湾的长期发展不好的，是不是在统独之外，你知道有没有一个说其他的英文叫dimension的其他的象限，你知道哦？可以作为这一次选战讨论的题目。梁文杰批评你，他说你用人就像用狗一样。那么就是这样嘛哦，新潮流做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意义。我们现在还不晓得他现在最近是他们想要干什么，我回去再解读一下，再研究一下。他说这样都已经第3天了，民众党会是一人政党。他说时代力量起打黄国昌，他不会是他一人说了算，但是民众党就是你一人政党。这个我在。其实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开放政府全民参与、公开透明，其实我这一点我倒是还是比较有把握，因为我们会透过这种海选的机制，你知道，让整个社会的力量会一直流进来，所以我们因为有过去的经验，在台北市政府包括公民参与委员会哈、青年参与委员会、廉政委员会，还有 iVoting， 还有参与式预算，所以我们会透过一种我们在尝试，你知道哈。直接民主在这个现代的实现的方法，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人家的批评我们都有把它记下来，然后再想说，这个刚才在上面想一想的这种国门清净之地的让事实之术来干扰一下，但也不是很恰当，所以另外找时间吧。今天这种后来想一想，今天这种场合实在是不适合做那种事。这边。上台城。被戏称说是桃园3结义，结果今天只有你一个人来，会不会有点寂寞？其实我刚才在上面想一想的，这种国门清净之地的，让事实之术来干扰一下，但也不是很恰当，所以想一想，今天这个也不是恰当谈事情的场合。所以还会再另择嘛？因为现在好像郭跟黄那边都说不排，就是有机会。另外找时间吧。今天这种后来想一想，今天这种场合实在是不适合做那种事。这个叫市场决定论，什么意思呢？如果台湾社会有需要，它就会出现；如果台湾社会不需要，那你怎么弄也凑不起来。不过有一点呢，现在思考，就是说，虽然我知道台湾社会呢有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但是问题是，这个组合是不是符合那个需要？这个是要讨论的。这个也，所以不是说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引用那个松下幸之助，他就说我们要生产那个市场上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生产我们能生产的东西。卡在3方结盟前面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就是这样，每个人活在世界上都有很多牵引，所以人活在世界上不是孤零零一个人。有亲朋好友，有七情六欲，有爱恨情仇。这个每个人，然后是这样嘛，每个人的那种人情世故不会完全一样嘛。所以他每次讲说，我们不要说外面的朋友，自己家里夫妻也没有每一件事情意见都一致的，所以这也还好。因为韩国瑜是不是如果常常有刻意不跟你见面，所以可能让你有点伤心？在拒见你。也
这也没有什么，就是常常这样，或者说世间一切顺其自然就好。可是他2次拒见你耶，可是以过去的交情2次拒见你，不会心里有点感受吗？也不会啊，这个还好啦，就是这样啊，每个人有当做一个头行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他的当时的情境，所以我倒觉得这样，这个也不是蛮自然的，我都可以理解的 ，I can understand。让那个黄国昌他觉得很内疚。这个这反正觉得我们这变得好像很小气的样子。没有啦，我倒觉得这样啊。这也不简单的，马上，这个身段柔软，反应迅速。我老实讲哦，我不会啦，当年他是战神，你知道，我那时候还没出道江湖，还是小咖的时候。